要来关心外来种入侵台湾造成的生态的危机。乡亲啊，你看过绿鬣蜥这种杜定四脚蛇无？原产地伫中南美洲，细只时阵真高水，有袂少人当作宠物来饲。但是饲到大只，迄个型真恐怖，佮夭寿啊咬食，所以真侪人甲放掉。结果伫野外大量生产，对台湾本土的物种造成威胁。尤其伫中南部是甲捕花甲农作物吞大甲真正难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台湾一寡本土珍贵稀有的物种是面临着断种的危机。像台湾原生鸟科的动物石虎，即卖剩无到500只。伫咧全球防偷掠上多哺乳类的动物垃圾，台湾是来创下着人工哺育的成功的经验。透过镜头来关心人甲动物安怎永续来共存。里头明明登记的就是稻谷的灰烬，但是倒出来却让海关人员吓得傻眼。只有几百只垃圾粗人的比赛，敢若为着伊的蓝。非法走私啊，你看它真的很恐怖，成千上万，跟我们吃的冷冻鸡块一样，像那些都是从野外收起来。垃圾粗人啊，为头到尾有两同款的蓝，除了被当作是珍贵的药材，嘛被做成配制品。林业试验所收藏的粗人皮，讲起了伊悲惨的命运，性命被做成配制品，因为纹路较水，皮阁真嫩，价值比空气皮阁较悬。国际上统计，过去10年穿山甲遭到非法盗猎的数字来到了100万只，而它现在列为极危等级，下一个阶段就是野外灭绝。而台湾现在是全球少数珍贵的穿山甲保育基地。多毛过垃圾粗人仔，红嫩伫土质，慢慢熟悉这个世界。然后他现在有一点，可是他现在已经比较像成体这样走。这是2014年台湾饲出来全世界头一只人工饲的粗人仔垃圾，因为无经验，通参考和动物园的保育人员，食真苦楚。我们连它的母奶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组成该多少不知道，因为它吃的是蚂蚁跟白蚁，还有我们家鼠。所以那段日子碰到一些痛苦，也碰到一些失败。多生落来的囝1点钟爱饲100零，这种外科保育人员每日都无休困，20年来一直研究甲记录这换来的生命奇迹。24小时不眠不休，降位，看他愿意吸哦，大概他愿意吸这件事情让大家非常高兴。毛。垃圾粗人仔个性真温顺，嘛真无胆，拄着危险的时会求助一球。无论是大只还是细只，拢真好饲。伊一年敢若一体敢若生2只到3只，非常的珍贵。救伤中心时常接到民众送来粗人仔，发现讲伊一日紧张，较到长啊出血，一般饲差不多几个月就死去啊。以前的饲料就是吃了之后，很多都会有肠胃道出血的问题，然后我们经过改良之后，然后才改良出现在这个。为了提高垃圾纯活率，保育人员将螃蟹、面包糖等等几20种食材加做糕，这份食谱和各国拢来出境，其中嘛包括垃圾粗人的进口大国中共。比较担心的是，透着发明这件事，漂白非法走私的动物。中国来吸收经验和保育人员不得不谨慎，因为过去5年来，全世界炒掉的1270件走私案件内面，超过120吨的垃圾粗人仔，最后拢送去中共。中国大陆或者是中国人在中药材上对穿山甲的需求，所以这个其实造成很大的一个贸易的压力。本次公布记载，粗人仔垃圾的蓝有活血消肿白人的功效。谣传李世民为了研究伊食狗血的特性，佫要甲解破。英国中医师讲，其实有真侪草药会使代替垃圾粗人的功效。它就跟象牙一样啊，都很难取得啊。那很难取得，大家又觉得这个用药是必须的，虽然很少，可是要必须，所以它这个部分它就一直在往下降。全世界面临绝种的垃圾粗人啊，在台湾保育团体用心的照顾之下，真无简单，会使生团服务有成。
千万唔通搁互人类的贪念，吞掉这珍贵美丽成分。这是台湾唯一的野生鸟科动物。像白同款的斑点，两粒目睭中有两撮白毛，因甲人类共生的代价是啥物？穿山甲这个地方路杀。这是一只公狮虎，1岁多。它已经是完全没呼吸啊，然后这小只的眼睛已经凸出来了。苗栗通霄镇是石虎山鸟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，因活动范围是伫海拔1000公尺以下浅山的地区，甲人类生活环境真接近，所以经过大路的石虎真够好车弄到。因为我们已经开发了，中间会有很多道路，所以道路会产生很多路杀的风险。以苗栗来讲，南北向两号国道1号、国道3号、台61号线贯穿，加上台1号线、台13号线，甲苗栗县道，将因生存的所在切甲哩啦啦，和石虎山鸟面临生存的危机。在丘陵地遍布石虎数量较多的苗栗县，经常会发生石虎车祸致死的案例哦。根据统计，从2011年到2019年，石虎因为车祸致死的案例就高达了87件。因此，公路单位也在特定的路段设定了生态廊道，为的就是要降低石虎路杀风险。它原本这个是一个路面，那它为了要让石虎可以进来，所以它营造了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环境。行过国道3号高架桥，特别用1/3的桥面设动物的通道。那原本没有这样的环境的时候，它可能完全不敢过这条桥。除了高架桥，石虎较接近的是稳重的公路卡的暗坑。这里有一个野生动物的脚印，已经比较模糊了。这可能是右弯。几年来，陆续翕到这动物的身影，车辆经过时过真好奇，抬头看一下，配合工作总算露出淡薄希望。路杀是最显而易见，然后大家都会发现，媒体会报道。比较更严重的就是鸡舍的危害，就是石虎长久以来都会去，因为它山区活动嘛，它会去吃山区居民的家里养的鸡呀、鸭，那居民就可能会毒杀或者用捕兽夹或毒饵来让它们死亡。这个我们估计1年至少20只到50只左右。水田真清，卖输物件，鱼啊炒甲真整齐。这是苗栗通霄镇的饭树社区。像它会下河水，我们水如果没有农药这些它不会死掉啊。伊是李良华饭树社区发展协会前理事长，甲几个好朋友用友善的环境，无用杀草剂甲农药种出来稻米，取名叫就好米。种这个无毒的话，第一也可以保育不只是食物了，像麝香猫啦、白鼻心这些都有，还有大冠鸠这些都有帮助了哈。我们吃的也是吃的健康了。种出来米浸过了后，变成糙米，透过精密的程序包装卖出去，食了安心的同时嘛，为就好的保育尽一份心。一架相机，它就开始就有拍摄到石虎了。持续在做推广不管是到学校推广，或者到各个单位演讲推广或者是很多的那种市集，我们去介绍石虎，让更多人去了解石虎、认识石虎的问题。石虎山鸟是离咱上近的一级保育类动物，人类将是决定因存亡的最后一道风线。咱的烦恼，石虎的数量消失的同时，在中南部有一款物种大量的生团。出笼了，地兽出笼了！你传真几啊嘞？你要加加？哦，凶嘞吼！民众所讲的大怪兽吕勒斯外号库斯拉，被掠到的是1日量。它的族群量是越来越大。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一直往北部扩张。真恶的眼神甲猛烈的速度，会变成中南部上抢手的外来种。有一段时间已经放任太久了，所以它已经扩散出去，就是主管机关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投入的资源太少。中华二林几百公尺的爆花，拢是伊的手，乌甲一空一空，连风水嘛无放过。放大的族群，伫屏东的树仔顶，搁甲行人甲算的甲一张树仔，差不多有40几只。它会造成我们刚刚讲水利工程的危机，那另外可能会去压迫到其他原本住在河岸的一些生物，因为它很大。
吕列斯库斯拉全面侵入台湾的中南部，林务局监测发现讲，台中市、彰化县、高雄市甲屏东县等地，拢有大量的族群，北部恐惊嘛会沦陷。6年来掠将近8000只，淹过掠袂赴伊生团的速度。这食量足大的啦，从那到得秋生都无去啊。想到会很恐怖，赶快用好的意思哈，厕所会用水冲走啊。哇，好大只！上队员出动真无简单，前后包围，才将秘伫暗暗所在这只库斯拉加拖出来。这应该人家养的吧？这那么大只。伊原产地伫中美洲，一摆使生20到70粒卵，因为伫台湾完全无天敌，已经建立野外自然生态的情形。外来种侵入灾难的起源，都是人类掠去放的。吕列斯外号是库斯拉，细只时青青真古锥。2001年，台湾开放人工生态吕列斯合法进口，一只干那几百块就会使买会到。点过大只了后，外形真惊人，体型真大只，真高只，袂少饲的人都开始乌白放。因为早期因为它不是保育类动物，所以其实确实在进出口的管制上是没有那么的严格的。10-20年前，其实有非常大量体的小蜥蜴，借由进口商就把它进口到台湾来做贩卖。这只吕列斯干那一岁外，真活泼，个性温顺，淹过大只了后，伊的主人无法度搁饲啊，送回宠物店回收。大部分的吕列斯拢是这款的命运。要饲养绿鬣蜥，必须要了解到它最长可以长到150公分左右，所以家里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，才能够让它生存。这种蜥蜴，它比较容易做脱逃的动作，所以有的时候有些饲主可能刚那个笼子没有关好，就会导致它脱逃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这种蜥蜴它成长的体型比较大，对，那有些可能它养到太大，它觉得不方便，然后可能才会造成做弃养的动作。政府为了掌握扩散的数量，目前严格规定，袂使搁进口绿鬣蜥来台湾。某人提出讲，食绿鬣蜥来控制，一旦有民众掠出去乌白放，嘛会罚钱。8月份警察规定讲，每一位饲的人拢要登记。结果专家批评讲，政府对外来种的管理政策，拢是治标无治本。就算有法规，如果我不去通报，或者我不去登记，也没有效益，可能会造成一些原本持有或饲养的业者或是玩家，他可能急于脱手，就会造成另外一个弃养的动作。除了数量的控制，政府伫宣导上应该下功夫，若无，故在民众想到就饲一寡新奇的宠物，颠倒会演变成为失控的白糖类的附件。各种物种要安怎保育、维持平衡，这节生态课程，另外拢是上界重要的学生。